高度奉上，高度奉上。就在今年8月17、8月18下晡2点半，地点伫台南市文化中心演艺厅，由编剧施如风、导演赵佩玉、桂林吉祥剧团伴的一出戏，叫做《总话》。总话特别透由历史做背景，这人啊才厉害，关系面头前，诸多角色的人性面容，就会得写出命运当中的坚韧意志。以陈定波画作的光影做图，阿里山的意象谱曲，红啊甲真人共同演出，呈现出寺庙壁龛迄般心灵小度，经纬交集啊！展现出这种压迫的年代之下，陈定波的舞张杰如何总，如何听，成就台湾艺术的话甲眼光。陈定波有讲过，性命要活，就要生死一摆。山林的水赶走恐怖，甲我牵，甲我挽回来。短短2点钟，咱来做一场大梦。这个话的美光望向山，陈定波103名旦纪念演出。总话时间伫8月17、8月18下晡2点半，伫台南市文化中心演艺厅。所以我甲你邀请，跟我做伙来看这出戏。